係啦。咁喺私底下咧，我就稱他為姨姨。一個來自香港嘅一位姨姨啊，同埋家姐一樣嘅，係啦，對主播咧都非常非常特別之好，亦都非常多謝佢咧，就睇我好耐噶啦，差唔多都係23年嚟睇噶啦，但係幾多月份呢？我實在是記不住，我想不起來了，因為中間有一段時間比較空白，想不起來啊。對，他就是我們的上長姐啊，多謝上長姐 ，thank you， 多謝姨姨咁耐以嚟嘅支持 ，thank you。猜什麼？猜人啊？猜人啊！主播呢能記得大家喜歡聽的什麼歌，但是記不了太多，就是大概的我們能知道一下。送俾你，全賴有你。遠處白雪封天，孤身旅客溯起肩，他的孤單，他早已曾在心事哭訴遍。無數次在那山坡，他苦跌過，傷口多，種種辛酸，種種冷笑，曾亦使他心碎過，全賴有你在冷風中伸手暖透他心窩。今天風中孤個旅客，曾是冬天一個我，有你燃我心窩，心中憧憬好比火，周身有你，身邊有你，前面山坡必跨過。山坡亦跨過，全賴有你熱我心窩，心中憧憬
火，身邊有你，心中有你，前面山坡別跨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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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，多謝，多謝。